男女子混合嘅賽事都出現咗啦。男女子混合金杯嘅決賽啊，一線南英，二線大潭東龍舟會，三線澳門龍的心體育會，四線屯門獨木舟，五線長征龍，六線北海龍。嗱，而家有少優勢嘅就係大潭篤龍舟會啦，望出去緊追其後有好多隻嗱，亦都有四線嘅屯門獨木舟啊，六線嘅北海龍啊。嗱，大潭篤啊嗱，睇下大潭篤可唔可以領先到翻嚟啦？第二名爭持得非常之激烈，有4、5、6線啊！嗱，大潭篤要領先咗啦，4、5、6線睇下邊度有機會爭取第2名啊！屯門獨木舟、長征。嗱，第3名嘅應該都要望出去有。